好，来乡亲啊，继续要来讲这个过年回乡之路讲真艰难，有袂少伫海外要倒来台湾过年的民众来反映，讲这个防疫旅馆拢订无，尤其是每年的1月初3了后，拢已经满房。阁有留学生是真压哀哦，讲订这个房间，甲抢演唱会的票同款困难。中央讲，当积极甲旅馆业者咧协调，要来增加着房间的数量，但是业者嘛真担心，讲过年这个月行就会变做盲牙馆。因是来建议讲，应该先找教师会馆，或者是中华电信汇款这款官方的资源。指挥中心讲，已经来征用着部分的场馆，11月中旬会阁有3500间的房间。今年想要返来台湾过年团圆，这座返乡路对海外台湾人来讲有够远，因为防疫旅馆真歹订，阁有留学生讲，和抢演唱会门票同款难。我现在人在美国，但是如果我要考虑回台湾的话，这也没办法。抢那个饭店的票就很像是抢演唱会5月天门票，那个都一样，等于都超级难抢的。疫情主疫苗啊嘛，等着国内疫情有较回，想要到防疫旅馆变返乡路的大难题。实际到台北市主文网站来看，其中1月初3到13拢无房间啊。我会觉得有点可惜啊，没有回去就不要跟大家抢这样，因为跟去年一样啊，去年疫情也是很严峻的时候，也是很难有这样的。因应春节返乡潮，中央要扩增防疫旅馆的数量，不过业者就担心过年之后可能会供过于求，因此建议中央应该要找这种教师会馆或是中华电视会馆这样的官方资源比较实际。检疫场所就是由我们各部会、各机关所提供的这个训练中心，会释出在集中检疫场所约3500间的量。教师会馆表示，会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提供大房到明年3月份。不过地点伫各县市对上北各汤圆需求量较大的地区，敢真正有帮助。中央会阁做讨论，面对春节这场防疫战役，安怎互检疫量有够，备战时刻拢袂当放松。